大陸女星章子怡正式接受男朋友汪峰嘅求婚啊！到底幾時結婚呢？我哋東網嘅記者就發現咗，原來佢哋兩個人喺上個月嘅29號已經喺香港秘密入紙註冊啦，只係兩個人距離大婚日子已經不遠啦。依家子怡呢就現身法國巴黎之夜嘅晚宴啊！佢就心情大靚，一時就食下甜筒，一時仲化低巴黎版嘅自由女神，引嚟各位嘅圍觀啊！但係子怡嘅經理人公司呢，就話唔知道註冊呢一件事情喎。其實子怡入行咁多年，感情一路都有好多波折噶。之前同佢傳緋聞嘅人個個都有頭有面，好似01年就同成龍因為合拍火拼時速2而撻着咗啦，仲被影到佢坐喺成龍大髀上面為對方食提子。喺04年，子怡仲被影到同霍啟山喺停車場入面激嘴啊，但係因為之後有傳佢哋兩個人聚少離多，所以分手咯。喺07年，子怡仲搭上咗華納嘅高層 Vivienne Levi，仲訂埋婚添噶。喺09年1月就影到同未婚夫一齊喺加勒比海度假。同富商男朋友分咗手之後，佢就火速踏上咗內地名嘴撒貝寧啦。佢哋仲一齊喺內地玩激流同放狗嘅。不過有傳呢，因為子怡媽咪唔係幾 like 撒貝寧，所以就無疾而終咯。哇，汪峰嗰幾段情啊，仲精彩啊！佢有過2段婚姻3段情，真係可以話係情長老走噶。第一個太太係四川嘅主持人齊丹，喺汪峰成名之前已經相識噶啦。不過婚姻就維持唔到1年，而第2任妻子就係康作瑜啦。佢呢仲試過喺微博上面發表千字文，怒指阿汪峰劈腿啊，兼且單方面宣布離婚添。而喺04年，汪峰踏上咗郭匯潔，當時18歲嘅佢仲要未婚幫汪峰生咗個女女。不過有傳因為汪峰話郭匯潔好貪玩、好任性，所以提出咗分手。雖然兩個人感情咁多波折，不過就因為來得不易，所以會更加珍惜啊嘛，仲越愛越高調添。子怡同汪峰呢係喺13年因為中意打麻雀而認識噶，喺同年嘅7月仲一齊去睇 Eason 嘅演唱會添。汪峰喺13年11月自己嘅歌唱入面仲發表咗8分鐘嘅愛的宣言啊。汪峰呢喺同年嘅10月再發表愛的宣言，話到咗80歲嘅時候，你身邊嘅嗰個仲係我啊！哇，真係夠晒肉麻。子怡係國際巨星，片酬真係唔少嘢噶，有1500萬人民幣啊！加上佢同媽咪都投資有道，外間估計佢哋兩母女身家係超過10億港元噶。至於搖滾歌手出道嘅汪峰呢，一直喺樂壇都係半紅不黑，但係因為黐住子怡，近日仲有傳佢嘅歌酬升至1000萬人民幣添啊！不過都係唔好講錢啦，費事俾人話市儈啊嘛。佢哋兩個排除萬難啊，喺今年嘅2月豪花近8萬人民幣幫子怡搞咗一個36歲生日 party， 仲順勢求埋婚添。喺微博公布喜訊之後，汪峰仲留言話：多謝你俾咗完整嘅生命我，所有嘅艱難已經係往事，從此我哋攜手到老啊！見到你哋咁幸福，我都好戥你哋開心啊！